家平安，我要来开始今天的共读，邀请米原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来到你的面前，聆听你的话语。求主你开启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能够明白并领受圣经中的教导。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指引我们，启示我们，使我们能够在生活中实践你的旨意。谢谢你听孩子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圣名祈求，阿们。阿们。我们在昨天的共读看到了历代志上第19章，大卫他如何来平定东西南北，特别是昨天我们再次看到是北边的亚门和亚兰联合起来攻打以色列，因为大卫要去为亚门王来致意，却被亚门王的儿子误认是不怀好意而引发的战争，以及我们最后看到在西边的非利士大卫如何来胜过这一群的巨人。那上帝与大卫同在，因为大卫迎接上主的约柜。而在我们今天要继续我们昨天看的这段经文里面，特别就是上帝透过大卫让他能够把以色列这个国家带向和平，带向平定。所以从18、19、20这3章，我们看见大卫如何让以色列国家带来太平。而从21章开始，一直到整个历代志上结束，那都是会把焦点 focus 在大卫如何在预备建造圣殿上面的贡献。虽然上帝没有要让大卫为他来建造圣殿、盖房屋，但是上帝允许大卫还有他的后裔来为他来大卫的儿子能够为他来盖圣殿。所以大卫也很积极的为他的儿子所罗门，虽然可能那时候他也不知道是哪个儿子会来接续他，但是他为上帝预备了许多重要的器材和礼物。今天我们看到的21章这一整章会看见大卫他在得罪上帝的当中，与上帝的关系出现了摩擦。前面我们有提到，就是关于拔示巴的事件，还有押沙龙的事件，是历代志他刻意没有去提。但是大卫数点百姓这个事情呢，却是历代志有保留，然后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所以1到6节呢，就是大卫命令他的元帅去数点百姓，数出来的以色列支派有110万人，而犹大有47万的这些壮丁。那再来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让上帝不喜悦，所以上帝让大卫自己选择责罚的方式。而第三个呢，就是在14节到17节看见上帝他差派了使者或是灭命的天使来毁灭耶路撒冷，而大卫和长老来披麻认罪，求上主的怜恤。所以在18到26节看见上帝开恩于大卫，并且呢，大卫去购买了耶布斯人的禾场来筑坛献祭。好，那我们看到在历代志这个耶布斯人的禾场的主人是阿尔南，可是在撒母耳记的这个主人是亚劳拿。好，所以到底是属于谁？是同一个人还是不同人？或是说这是一对兄弟？也有这样子的传说和故事。总之呢，大卫买下了这个禾场之后呢，在那边筑坛献祭，那上帝就让这个天使呢，收了他的手，收刀入鞘，就不再继续毁灭耶路撒冷了。而最后我们看到大卫呢，他因为这个事件，他也不敢到北边的基遍去献祭，那他就继续停留在大卫城，就是耶路撒冷这个约柜还有这个祭坛的前面。这是我们今天要读的21章的部分。那我们会在21章看到很有名的这个亚劳拿或是阿尔南禾场的故事。好，那这个故事呢，我最喜欢的版本，那就是讲到亚劳拿和阿尔南呢是一对兄弟。虽然一个出现在撒母耳记下24章，一个出现在历代志上的21章，但是这对兄弟呢是彼此相亲相爱。好，后来哥哥娶了老婆，弟弟呢，其中一个是哥哥，其中一个是弟弟。哥哥娶了老婆之后呢，哥哥非常的疼爱弟弟，就告诉就心里面想说，现在呢弟弟一个人，那他呢需要多一点的粮食，所以哥哥呢就会在2个人的兄弟的禾场呢，哥哥都会在晚上的时候去把
把他的一部分放到弟弟的禾场当中，希望能够多分给弟弟一个人。而弟弟呢，他也想说，哥哥现在结了婚有老婆，所以呢，他也希望能够把哥哥可能需要的比较多，所以就弟弟也把他的那一部分呢，就拿去放到哥哥的禾场当中。这对兄弟呢，就常常在半夜里面送过来，他就送过去，所以他们两个都觉得很奇怪，说为什么他们的明明就有送去对方那边，为什么自己的都没有减少？后来有一次呢，他们在半夜当中，两个人在路上相遇，才发现原来他们两个兄弟在做一样的事情，所以这个就变成亚劳拿和阿尔南禾场的一个故事，这是犹太人传说的故事当中，也是这个今天我们历代志上21章会特别提的部分。而这个禾场呢，除了大卫把它买下来之外，也变成历代志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就是上帝的神的殿，是建造圣殿的这一块地方。所以就是如同这张图，在这个摩利亚山上的这个禾场呢，就是亚劳拿或是阿尔南，而大卫城在下面，所以他买下了这一块的禾场之后呢，就来建造圣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3D 的示意图，就是当时大卫所建造的地方。好，那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请明远执事带我们来读，先从第21章第1节来读到第6节。好，历代志上21章1到6节，撒旦敌对以色列人，使大卫定义进行户口普查。大卫命令军队的元帅约押和其他官员说：“你们要到以色列各地，从最南边的别是巴到最北边的但，数点人民。我要知道人民的数目。”约押回答：“愿上主使以色列的人口比现在的多100倍。陛下，他们都是你的仆人，你为什么要做这事，使全民犯罪呢？”可是王坚持要约押服从他的命令，于是约押出去，走遍以色列全国，然后回到耶路撒冷。约押向大卫王报告，以色列能打仗的壮丁有110万名，犹大能打仗的壮丁有47万名。约押没有调查利未之族和便雅悯之族的人数，因为他不赞成王的命令。好，那这段经文一开始有人们看到同样的出处，就是在撒母耳记下的24章1到25节，所以在这边也是一样。但是呢，一开始的主词不一样。在历代志讲的是撒旦敌对以色列人，使大卫定义进行户口普查，所以这件事情呢，发动者是撒旦。撒旦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临界的敌人临界的敌人撒旦。但是在撒母耳记刚好相反，这件事情是上主向以色列人发烈怒，所以激动大卫来敌对他们。所以到底是上主发动还是撒旦发动的？好，那两个的虽然观点不一样，但是其实在描述就是以色列人在这当中不听话。那我们从撒母耳记也可以知道说，大卫因为拔示巴事件、押沙龙事件，所以跟上帝的关系出现了一些的没有那么像当初迎接约柜这么样子的单纯，这么样的信心。那所以这件事情呢，不管是从撒旦发起或是上帝发起，总之呢，就是上帝要来管教，也可以用约伯记，上帝让撒旦去试探约伯，是考验约伯一样。所以又是上帝又是撒旦，而上主对这个我们回到这个大卫就命令约押去数点百姓，而且呢讲到说从最南边的别是巴到最北边的但所以南边是以东，以东这个地方已经不会再打来，所以别是巴这里很安全。北边呢就是亚兰，亚兰也不敢再打来，所以北边的但这边很安全。而大卫的重点是我要知道人民的数目这件事情对我们今天来讲，这是再正常也不过的事情。但是在3000年前呢，这是一个大不容易的事情。那虽然在民数记，他们上帝在摩西在旷野他就数点百姓，40年后呢，要进迦南地之前再次数点百姓。但是这次的这些数点百姓都是上帝说要做才做，但是上帝并没有要大卫去做这件事情，是大卫自己心血来潮，或是大卫他可能想要像国家一样，所以数点百姓他所代表的意义，第一个就是为了要征税，
第二个可能就是为了招他们去打仗，所以这一章呢看起来比较像是要招人来打仗。第三个呢，可是要派他们工作，做工，做事情。所以总之呢，是大卫自己心想要做的事情。可是约押就很清楚的知道说，愿上主使以色列人口比现在有的还要多100倍，加增100倍，而且他们都是你的仆人，为什么要做这事使全民犯罪啊？所以约押其实自己心里有一把尺，他知道在过去的王或是按照他所认识的上帝是不喜悦王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大卫坚持要做，所以第4节约押只好出去啊。可是如果我们读的是撒母耳记下的24章，就会看见约押他怎么走呢？他就把约押他离开王，然后出去数点，过约旦河，先从约旦河东边，再往北边，然后再到中间，再到往西，再往南。总共走了多久呢？这里有写，走遍全国，约押走了9个月又20天哦。那终于算出来了。但是人数上面呢，在撒母耳记讲的是壮丁，以色列有80万，犹大50万，但是我们今天读的历代志呢是110万和47万，这当中的差别可能就是历代志所说的约押没有调查利未之族和便雅悯之族的人数啊，所以他扣掉了，所以在撒母耳记人数比较少，是因为约押有动手脚。那动手脚，为什么约押动手脚呢？是因为约押他不赞成王这样子的命令，他知道王可能有其他打算，只是圣经没有把它写出来。但这件事情呢，虽然完成了，做完了，但是已经惹上帝的不高兴，因为大卫有一个不单纯的心，他要治理这个国家，他不是完全的依靠上帝，他现在可能要依靠他的百姓，依靠他的人民，依靠他所建立起来这个打造的王国，看看这个国家的王国是不是人数增加，那是不是大卫自己的功劳，可能想要往脸上贴金，可能有这些的意念，不正常的意念在这里面。好，我们接下来再继续来读第7节到第13节啊。历代志上21章7到13节，上帝不喜悦这件事，因此他惩罚以色列。大卫对上帝说：“我做这事犯了大罪，求你饶恕我，我的行为是愚蠢的。”上主对大卫的先见迦得说：“去告诉大卫，我给他3个选择，他选什么我就做什么。”迦得去见大卫，把上主说的话告诉他，并且问大卫：“你要选哪一样？3年的饥荒，或是3个月逃避敌军，还是让上主用他的剑施行攻击，在国中有3天瘟疫，差他的天使在以色列各地造成死亡。现在你决定，我该怎么样回复上主？”大卫对迦得说：“我很为难，我不愿被人处罚，我宁愿让上主亲自惩罚我，因为上主有丰盛的怜悯。”那上帝要惩罚大卫，但是呢，痛是痛在以色列全国百姓的身上。我们可能用我们现代的眼光来看，哇，觉得这个怎么这么不公平？大卫自己心里面的错，结果是所有的百姓要来替他承担。但是这个事情呢，在上帝眼中是不喜悦。而大卫做了这个事情之后，我们历代志读的呢是上帝透过先见，就是先知迦得去告诉大卫。可是呢，在撒母耳记呢不太一样，而是大卫调查人口后心中不安，自己先承认犯错。虽然这有一些的不同，但是呢，总之上帝就是定义要惩罚大卫。那先见或是先知迦得这个人呢，在圣经当中前面后面都没有出现过，就只有撒母耳记下24章跟历代志上的21章同时记到了这个先知。那这个先知就在这件事情上面呢，上帝就透过这个迦得来对大卫说话，并且给他三个选择，3个选择都跟3有关，3年的饥荒，或是3个月的被敌人追杀，或是3天的瘟疫啊。好，那让大卫还可以选择。好，那这样对大卫听起来好像很好。如果是我们会选哪一个呢？最痛苦的3年，或是较短的3个月，还是更短的3天？那后来大卫他不是用时间的长短，大卫怎么选择呢？他说：“
我不愿被人处罚，我宁愿让上帝亲自惩罚我。因为3年的饥荒，他可能必须要去求人，而3个月的被敌人追杀，他可能又要去躲到哪里去逃难。好，那上帝的刀，上帝的这里是解上帝用他的剑啊，和本是翻成耶和华的刀。好，那这个刀呢，就是瘟疫啊，瘟疫。好，所以后来大卫就他好像没有做选择，但是上帝听得出来，大卫就是要选择这个最短的。好，所以我们接下来再继续看14节到17节。14节，于是上主降瘟疫在以色列人当中，有70万人死亡。他又派天使去毁灭耶路撒冷，但天使正要执行时，他改变了主意，对天使说：“住手吧，够了。”那时候，天使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打麦场上。大卫举目观看，看见那天使站在半空中，手中握着剑，正要毁灭耶路撒冷。大卫和长老们都穿着麻衣，面伏在地上叩拜。大卫祷告说：“上帝啊，我才是那做错了事的人，是我下令调查户口的。这些无辜的人民并没有做错什么错事。上主我的上帝啊，求你惩罚我和我的家人，饶恕你的子民吧。”那饥荒会不会造成7万个人死亡呢？不晓得。那3个月的敌人的战争追杀会不会造成7万人死亡呢？不晓得。可能大卫也不晓得3天的瘟疫，可能才第1天就死了7万人，或是到了第3天死了7万人。甚至15节，上帝要派这个灭命毁灭天使直接来摧毁这个约柜的所在啊，就是大卫的大本营耶路撒冷啊。正要执行的时候呢，好，这里旧的和本是翻成后悔，好，现在都翻成改变心意。为什么改变心意呢？好，因为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的名字，还有耶路撒冷呢，这个是代表的锡安。好，这个耶路撒冷呢，好，我们前面有读到的，代表的是耶布斯人啊。好，在这里都有代表的平安的意思，所以这个名字也取得很好。所以上帝想到平安，所以呢就不降灾。所以本来是正要毁灭，那天使站在半空中，手中握着剑。好，所以这个瘟疫好像是有天使带着剑。那这瘟疫我们都有经历过的，就是2019、2020开始的这个 COVID-19 哦。好，所以这个瘟疫我们就算科技再怎么样进步，医药再怎么发达，但是要来就来。圣经的形容好像是上帝的使者拿着剑站在半空中，好，那被感染的，好，被得到的，他就是这样很快就被带离人世。好，那有7万人哦，短短的不到3天的时间。而大卫呢，举目观看，好，16节，好，居然这个灭命的天使来的时候，大卫居然可以看见，而且这个天使手里拔着刀，所以大卫赶紧做一件事情。那他怎么看见的？我们不晓得他怎么看见，但是他就知道这个瘟疫来了，这个灭命的天使来了，所以大卫和长老们就穿着麻衣，面伏在地上叩拜，而且大卫再次祷告说：“上帝啊，我才是那做错事的人，是我下令调查户口的，这些无辜的子民真的都没有做什么错事。我的上帝啊，求你惩罚我和我的家人，饶恕你的子民吧，不要这样瘟疫给你的百姓。”所以大卫也在这边勇于承担哦，他不忍心这些的百姓，无辜的百姓受灾受难已经死了这么多人，大卫是非常的痛苦，非常的自责。因为这件事情呢，又发生了转化和转变。所以我们再来看18节到26节。18节，于是上主的天使告诉迦得，要他命令大卫到亚劳拿的打麦场去，在那里为上主筑一座祭坛。大卫照着迦得的话，顺从上主的命令就去了。亚劳拿和他4个儿子正在打麦场上打麦，他们一看见天使，那4个儿子都跑去躲起来。亚劳拿看见大卫王向他这边走来，就离开打麦场，上前俯伏在地上叩拜。大卫对他说：“请你把打麦
场卖给我，我好为上主筑一座祭坛，使瘟疫停止。我会按价钱付给你。”亚劳拿说：“陛下，拿去吧，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这里有牛可以做烧化祭，又有打麦板可当柴烧，还有麦子可做素祭。我把这些都给你。”可是大卫王说：“不，我一定要按足价向你买。我不要向上主献上你的东西，不要献上白白得来的祭牲。”于是大卫用600个金币向亚劳拿买下打麦场。他在那里为上主筑一座祭坛，献上烧化祭和平安祭。大卫祷告上主，上主就垂听他的祈求，从天上降下火来，把祭坛上的祭牲烧了。到27节。对不起，到26节，对，好，谢谢。好，那在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呢，已经直接都把阿尔南改成撒母耳记下24章的翻译，就是这个亚劳拿。那亚劳拿的意思呢，这个字的希伯来文意思就是我应该喜乐欢呼啊，我应该喜乐欢呼。所以这个耶布斯人在这个城里面呢，他的禾场是在摩利亚山上，他应该喜乐欢呼。还有讲到摩利亚山，我们还记得一件事情吗？就是这个亚伯拉罕献他的儿子以撒，也是在这个摩利亚山上哦。那后来献以撒的时候呢，以撒没有死，所以他就在那边筑了一个坛，然后刚好有羊在旁边，所以他就把那羊抓来代替他的儿子以撒献给上帝，所以又叫做把上帝叫做耶和华以勒，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所以亚伯拉罕献以撒，然后现在大卫看到这个灭命的天使要来毁灭这个整个耶路撒冷，他到这个天使已经来到这个制高点亚劳拿或是阿尔南的禾场。阿尔南呢，这个字的在历代志我们读到的是阿尔南，那它的意思就是不熄灭的光，不熄灭的光。所以这两个名字到底是同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那这个就很难去定夺。但是我一开始讲的故事，就是两个人其实是一对兄弟。那这个故事也是很动人的故事。好，那这个使者后来因为大卫和全城的长老们谦卑穿着麻衣，脸伏于地，并且勇于认错，谦卑认罪。所以18节，上帝就改变心意，而且让他的仆人，就是先知加德，去告诉大卫应该怎么做呢？就是要在这个地方为耶和华建立一座坛筑一座祭坛，一座祭坛。所以早先亚伯拉罕就在这个地方筑过祭坛了。那这个祭坛呢，跟前面17章大卫要为耶和华建造圣殿，可能不是同样的东西，但是意义是一样的，就是在那边敬拜上帝的地方。大卫可能在17章想要盖的是为上帝的约柜盖一个房子，不要再住在帐篷里面了。但是现在上帝在透过21章这边告诉大卫，重点的不是在那个房子，重点是你要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去敬拜上帝。约柜虽然是代表上帝的同在，但是重点是在这个地方你要如何去跟上帝亲近。所以上帝透过加德教大卫，你就去买的阿尔南或是亚劳拿他们的禾场，然后在那上面为上帝筑坛。筑坛呢，大卫去做，果然就看见这个回头天使还有亚劳拿的4个儿子呢，一看见都跑去躲起来，因为已经拿着刀，然后准备要毁灭。但是呢，这个亚劳拿呢，却正在卖场上面就离开卖场打麦，大家都在那边地上叩拜所以他们就直接在那个地方，祭坛还没有筑起来，他们都先向上帝来叩拜。而大卫呢，也要向亚劳拿买这个卖场，说他要为上帝筑坛，使瘟疫停止。亚劳拿说免费送你，拿去。但是大卫很坚持，说一定要按足价购买，不能够白白得来，不能够用线上白白得来当做祭牲，一定要付上代价。所以大卫有很正确的观念，就是奉献要奉献的心甘乐意，奉献也要奉献的诚心诚意，不要奉献的这个随手
唾手可得，或是随手取来，随随便便。那大卫他表现出他对上帝的心意啊，所以按着十足的价钱。后来是多少钱呢？在这里写是600个金币啊，那和本是翻成600舍克勒，600舍克勒重的金子。那这600舍克勒呢，是重量单位，换算成公斤的话，大概就是有7公斤的黄金哦。用7公斤，哇，今天7公斤的黄金真的是可以买很多，那是很大的一笔钱，买下整个打麦场。可是我们又再去对照撒母耳记下24章，大卫用多少钱买的呢？大卫用50个，这里怎么看不出来？字太多了。用50个金币啊，用50个舍克勒的银子对不起，50舍克勒的银子，来跟这个亚劳拿买他的禾场所以这个马上一个是7公斤的黄金，一个是50舍克勒的银子，这个中间差了12倍，而且金子变成银子，所以这个价钱差很多。但是有人解释说，这个50舍克勒只是买那个禾场，但是呢，600舍克勒的金子呢是买整块的地，就整座的山，那用这样来差别这里出现了。大卫就用50块银子买下打麦场和牛，就是他买的是一个小面积。如果全部都买的话，就是历代志所说的600个金币，或是7公斤重的黄金哦。好，那总之呢，大卫他付上的代价，然后烛坛献上的燔祭，还有烧化祭就是燔祭、平安祭，然后求告上帝的名。那上帝就吩咐天使收刀入鞘，把剑收起来。这句话呢，在耶稣的客西马尼园，他也吩咐他的这个门徒彼得，因为彼得用刀去砍了一个仆人的耳朵，那个仆人的名字都被记下来。然后耶稣就对他说：“把你的刀收起来，收刀入鞘。”所以上帝也吩咐使者不要再滥杀无辜那因为大卫这样子的举动呢，真的让上帝的生气平息。所以上帝生的这个气呢，是因为大卫他不听上帝的话，即便约押都已经在旁边告诉他这个事情会得罪上帝，大卫还是坚持要这样做，花了9个月又20天的时间呢，最后换来死了7万人的瘟疫差一点这个耶路撒冷的死光。好，最后我们再来看最后的27到30节，27到30节。27节，上主吩咐天使把剑收起来，天使顺从了。大卫知道上主听了他的祷告，于是，在亚劳拿打麦场的祭坛上献祭。摩西在旷野所造上主的圣幕和献祭牲的祭坛，这时仍然在基遍的敬拜场所，但大卫不敢到那里敬拜上帝，因为他怕上主天使的剑。那这段的结束呢，就是要交代说，大卫因为这样的举动，其实他真实的认罪。一开始他就对迦得就是认错了，然后他不愿意被交在敌人的手里，他宁愿落在耶和华手里，接受瘟疫的惩罚。后来看到瘟疫来到耶路撒冷，他又跟着长老披上麻布，脸伏于地，认错，愿意自己承担。所以上帝给他开恩，给他一条路。让他有路可走，就是他必须要付代价，然后在这个地方来筑坛，来献祭，来敬拜，止息上帝的怒气那可能这个地方是一个有纪念意义的地方，也是曾经亚伯拉罕献上他儿子的地方，所以上帝就吩咐使者停止在屠杀，在降瘟疫，收刀入鞘。而最后这一段呢，天使把这个瘟疫停住了，而大卫知道上帝听了他的祷告，所以他继续在这个打麦场的祭坛上面献燔祭就是烧化祭。而摩西这里29节、39节在交代是在另外一边，就在北边的基遍呢，那边有一个祭坛，
那是摩西早在在呃大卫的前400年前，好就在搭好的这个祭坛呢，好那边也有在献祭，可是大卫他不敢去哦，因为他怕他离开了这个耶路撒冷的范围，好出去呢就会遇到这个灭命的天使，就是这个使者的剑呢，所以意思就是说大卫继续留在这个地方，而且他看中这个地方，这也在为明天的22章铺陈。后来这个地方呢，亚劳拿的打麦场就成为大卫准备建造圣殿的地方，所以就是今日我们这个耶路撒冷后来盖了2个圣殿的地方。好，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好，让我们看到大卫生命当中的3大失败的最后一个就是数点百姓哦。好，那这一次的失败呢，好让他的百姓当中呢死了7万人。而且呢，也让大卫好再一次的学习到教训，就是不要想要用自己的方式好来满足自己的荣耀，或是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是要谦卑顺服。好，那不管这个国家百姓有多少，都是上帝的子民，不是大卫的子民。大卫知道这些数字之后，好，他不见得会把荣耀归给神，而是可能会用来满足自己或是自己想做的事情，而饥荒、战争、瘟疫，好，这3件事情都是在圣经当中，都是上帝用来管教他的百姓。所以我们在今天，好，我们没有遇到饥荒，我们没有遇到战争，我们没有遇到瘟疫的时候呢，我们都应该要感谢神。我们要警醒，好像大卫一样，当我们知道我们得罪神或是冒犯神的时候，我们应该在灾难当中，或是在上帝的管教当中，我们要更加的顺服，而且要勇敢的承担。上帝会为我们开一条路，就是恩典的路，也就是这个大卫他所经历的，让他知道，上帝他使我们能够在无路可走的时候，上帝还是乐意为他爱他的人来开一条路，让我们继续有这个活路可以走。好，所以大卫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筑坛献祭敬拜上帝，不只有迎接约柜，然后只有敬拜赞美，只有唱歌用乐器演奏，而是要用心灵诚实、忧伤痛悔的心，在主的面前，主就必不轻看了。盼望从今天这个故事当中，不论这个亚劳拿、阿尔南这个故事是真是假，但是我们要知道，上帝所拣选的地方就是一个筑坛的地方，上帝同在的地方就是有人在那边向上帝真诚的悔改、谦卑、认罪。我们读到历代志下第7章的时候，同样的事情，上帝也告诉大卫的儿子所罗门。那我在时间已经到了，好，所以我们在读历代志下第7章的时候，好，上帝说，好，若使天闭塞不下雨，蝗虫吃这地的土产，或降瘟疫在当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谦卑自己，祷告寻求人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所以筑坛就是让我们能够跟神祷告，就是让我们能够透过我们这个祷告呢，就是我们的献祭，能够寻求上帝的同在。好，我们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再次看见大卫因为一时的失察，一时的心高气傲，以至于没有听从约押的谏言，带来自己国家的灾难但是大卫在最重要的关键时刻愿意挺身，愿意披麻，愿意悔改，愿意再次承认自己的罪，也愿意承担所有罪的代价，而上帝就为大卫开了一条路，这条路也让原来的咒诅变成祝福，让这要毁灭的地方变成是一个敬拜上帝的地方，而且是一个永远坚固的永远敬拜上帝的地方也愿上帝在我们人生当中的软弱失败能够化咒诅成为祝福，让我们的软弱能够成为刚强，让我们的贫穷也能够成为富足因为有耶稣基督的救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使我们能够从黑暗出黑暗，进入光明当中。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大家平安，拜拜。